言歸正傳嗱，我哋不如參考一下咧，美國糖尿協會咧喺網上咧俾咗個換算表俾大家參考啊，就係用呢個嘅糖化用素咧，可以咧大家知道咧過去3個月嚟咧，你個平均血糖值係幾多嘅，咁大家可以上網睇睇嘅。咁另外一個嘅資料咧就係2009年啊，美國糖尿病學會咧，佢就建議咗呢個糖化用素咧，如果高過6.5% 咧，就會作為糖尿病嘅診斷標準。咁而當時嚟講咧，亦都係個新嘅診斷工具。不過咧，到而家為止咧，診斷糖尿病嘅黃金工具咧，仍然係一個糖耐力測試，英文咧 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 OGTT 啦，即係我哋俗稱嘅飲糖水測試。咁有人問我咧，哇，原來糖化用素咁重要啊！咁點樣達標㗎？咁樣其實咧就不如我直接講俾大家聽。最緊要咧就短期控制要好，就靠呢個自我監察血糖。咁即係話篤手指。咁如果你嗰個篤手指嗰個達到標嘅話咧，你長遠嚟講咧，糖化用素咧就自然達標㗎啦。咁個數值係幾多咧？嗱，我講講咯噃。如果你係空腹或者餐前篤嘅話咧，就應該係4至6度 ，OK， 4至6度，記住咯噃。咁如果咧餐後之後咧，即係食完咗嘢之後咧，係咪即刻可以篤咧？唔係，一定要經過2個鐘頭之後先至篤啦。如果你2個鐘頭之前咧，就好難理解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2個鐘頭之後個達標嘅情況係點咧？就4至8度啦，4至8度啦。咁其實咧，我哋講到4至6或者4至8咧，其實都要睇個別嘅情況嘅。有啲老人家嗰啲，我哋會鬆少少，可能會高啲嘅，可能話6度變8度啊，或者8度變10度都未定嘅。